金曲奖传统艺术类的奖，6月初5今年会颁奖。因为嘅同客家有关呢，由吉祥影视公司出版嘅《团团样样来做客》专辑，因为因为嘅最佳儿童音乐专辑奖，演唱嘅齐千顺，韩国系用心创作嘅几多条嘅童谣。另外编曲家李正义，即系以艺术一条曲嘅诠释客家人嘅港土文化，因为嘅最佳编曲艺奖。 就太要嫌团团圆圆做主题，歌词都有新人的趣味。尤其上央视公司制作嘅团团圆圆来做客专辑，因为今年嘅金曲奖传统艺术类最佳儿童音乐专辑奖，很多同研究所嘅客家小阿嬷齐千顺，好多時小朋友共下來學講客話。今年來唔單止自家創作250萬條嘅新年歌曲，禮拜一會嘅專輯封面還有啲圖嘅圖同團團圓圓呢條歌嘅 MV 通法，嚟仲係其中自家學嘅東西設計。 6種展示全部嘅插畫，就是裡面的故事啊，還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看的圖片，都會愛自家畫嘅。因為我是念設計的研究所，所以我希望借由我的專長呢，讓小朋友呢能夠從插畫裡面去學習客家的語言。 訪拜客家通謠，睇始總係用音嘅，限定用音樂。亦參照住客家音樂創作人結合流行音樂來創作出，先要睇客家兒童音樂。之後車住會嘅數字歌就當簡單學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兒姑娘水水水。 除了兒童音樂，由音樂盒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嘅《海口音樂盒年期1年嘅專輯地圖》，編曲家李正義用熱出呢條曲來入圍最佳編曲人獎。雖然講本是咩抗議，我李正義用樂曲來同抗議，而做咗佢哋港土文化做很好嘅表現。 那事實上，我跟客家音樂的關係從第一屆的客家藝術節開始，就經由看我的好朋友謝宇威，還有一些客家的朋友，因為邀請我一起製作一些客家的音樂就開始，所以等於是做到現在也有大概6、7年的時間。直至今年金曲獎嘅報名件數要到2883件，係按多年來最高嘅。團結嘅競爭制度，客家嘅創作實得到2項提名，社工喺本日到大表研究嘅創作嘅人，真好嘅鼓勵。客家新聞李思龍、林建儒、劉文輝台北報道。